吳尊老婆林麗吟34歲生日添丁，開刀生尊 BB Little June，Super Dad 梗係親自接出院，一家4口全面曝光。吳尊仲話成份身家俾晒老婆喎，啱呢。10月10號生日嘅吳尊，第2日就輪到老婆生日，仲幫佢生咗粒慈姑定3.3 kg 重，恭喜晒啊！我哋就特登飛去文萊直擊呢位 Super Dad。呢日佢揸車去醫院接老婆，返到大宅，吳尊首先抱起3歲囡囡妮妮，戴住副太陽眼鏡，真係 Q 到爆啊！唔知同鍾嘉欣會唔會有啲似樣呢？妮妮妹妹肥嘟嘟攬住爹哋成隻樹熊咁，兩父女真係好 sweet 啊！吳尊抱完個女返屋企，跟手就連 BB 車抱起仔仔 Little June， 父愛爆棚嘅吳尊，好仔女唔假手於人，老婆就更加要親力親為啦，小心翼翼咁扶住老婆落車。尊嫂林麗吟仲未收身，面圓圓好有福氣啊！佢着住件深藍色嘅波點裙，望落有啲似英國凱特王妃着過嗰條。吳尊同老婆拍拖10幾年，真係有啲似公主同王子嘅故事。一家4口返屋企休息，直到第2日先至見到吳尊返健身中心開會。你有冇送禮物俾佢老婆啊？出咗世之後？還沒送。會送咩啊？不用送的，我的東西全部都是他的。咁囡囡有冇呷醋啊？而家多咗細佬。不會不會，他很照顧他。咁你開唔開心啊？當然開心啊。會唔會繼續生啊？這個不回答了。其實好照顧 fans 嘅吳尊，日前已經喺個人網站公布消息，吳尊生仔生女都計好晒日子，囡囡就同佢同月同日出世，仔仔就同佢老婆一日，係咪好浪漫呢？